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镜头个等下，咱过来关心去年11月份伫桃园有发生一个姓蒋的查甫人，因为不满超商的店员可劝讲伊爱甲喙暗刮好，转举刀啊毒死对方。专案即马经过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昨昏依照杀人罪一审判这个凶手死刑。去年11月，全台伫新冠病毒疫情二级警戒期间，抓条属姓蒋的查甫人去超商买物件，无照规定挂喙暗，互姓蔡店员拒绝介绍。伊离开了后，佮变装到超商摕刀啊攻击姓蔡店员，造成伊真济刀伤，最后重伤死亡。法院审理了认定姓蒋的查甫人杀人证据明确，有故意杀人动机，依法判处死刑。本院审酌被告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只因为受轻微的言语刺激，为发泄其情绪，竟然萌生杀意，而用偷袭的方式开始其杀人的行为，依法判处死刑。照相关证件的讲法，现场监视器录影甲被告就诊病历、甲拿口中间病院进行鉴定报告。法院认为被告伫行为时并无精神障碍，也就是其他心智缺陷的情形。姓蔡店员的阿姐表示应接受，不过表示这只是一审而已。可以接受，但我希望接下来在二审的部分也是死刑，这样才对得起我弟弟。伊表示，小弟死原来全国超商店员毋免苛刻人客挂喙暗，不过相关安全措施是毋是进一步改善，说是未知数。在的询问过劳动部以及警政单位，就是有没有针对夜间工作者的安全有做一些改善。今天是12月接近底了嘛，那他们都没有给予我任何的回应。桃园地院指出，姓蒋的查甫人虽然符合自首的要件，不过伊迄时阵无悔悟之心，只是因为情势所逼留伫现场，犯后态度明显恶劣，所以依法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专案也可以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到明仔透早，咱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温度降低。若今日透早，伫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敢若11°8。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受大陆冷气团影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水汽较济，温度下降。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是雨来天，其中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地区落雨时间较长，嘛有机会上大雨。若中部份的较高有湿湿雨，南部是侪云到好天。日时北台湾高温是16度至17度，中部花东大约是20度至24度，南部有27度。不过南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明仔载拜四，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也不过到拜五，继续受风面影响，水汽变济，各地拢会落雨。若拜六有风面，也有寒流的落南，温度就会下降。这嘛是最近10年上早到位的寒流。礼拜六暗时到后礼拜透早，咱会受寒流影响，天气寒，温度低，有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极端的低温，要等到后礼拜一，冷空气才会减弱，温度才会回升。最近这阵啊，真正有寒天的感觉，天气寒，雪山伫昨昏嘛有落雪。气象局是表示，拜六到礼拜有入冬以来上强的冷气团，台北有可能是出现4度至6度的低温。若伫中南部，嘛要提醒农渔民要提早做好准备，减少损失。高山协作员行伫个雪山主峰，因看到未少所在已经拢是白雪。12透早，雪山主峰出现落雪，也是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落雪。在早上6点半，所以判断，下雪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有下雪。目前积雪大概就是4到5公分。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入冬以来上强的冷气团会伫这周末报道，中部地区较旷快所在，也可能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13早起，已经未少人未用进行防寒准备，包含种芳瓜的人，有防风网来挡风，避免正个月月芳瓜仔受寒害。因为瓜仔是温在作物嘛，你要克服迄个气候的困难，就是要做迄个防寒的措施啊。一种是看迄个塑胶布，一种是看不织布安尼啦。惊伊寒害啊。
受影响的也有水稻啊，也准备好塑胶防布或者是放水，因为气温比10度较低时阵，稻仔仔甲冷风隔绝。另外，云林沿海勇士渔民严加待遇，巡视水车是毋是正常运转？必要时阵会抽清水剂提悬水温，避免鱼仔受寒害。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有发表中科院前院长景嘉靖的访问记录，头一摆完整对外证实讲中科院有在研发超音速的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任务号做 W99 巡航计划，这是对前总统李登辉的任内开始的。若前总统陈水扁有继续支持，已经完成研发。来关心《中国时报》，2022台北、上海的城市论坛，今年的年中，伫7月10日是有举行。当时台北市议会有假条件，讲中国的军机军舰继续日后侵扰咱台湾，安尼这条钱就袂使用。台北市长郭文哲跟市举办引起议员不满，透过议会决议这条钱，台北市政府爱家己去装钱，家己出。若即马郭文哲咧要下任，方发现是复用公共关系大陆事故的理由，核销107万。来看《自由时报》，中国疫情当底牙，日本、韩国、香港、澳门这些所在退烧药啊、止嗽药啊，拢正抢市，已经拢无货。咱是药师嘛证实讲，最近有监测到咱国内退烧药啊销量有小可增加，也毋过无法度确定原因。药师是暗算讲，伫2礼拜后可能会出现欠货。那因为疫情的关系，金门的小三通已经停3天啊。即阵咱的防疫已经放凉，加上咧要过年，社会上就当希望讲会当赶紧恢复小三通。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伫昨昏有专工去金门小三通的码头了解防疫的状况。外界是咧要讲，敢真正要开放啊？王必胜是强调，伊是专工去看防疫作为的，政策的部分要交予中央去决定。详细听港务人员解说，小三通入境 SOP 流程，万一有入境旅客出现发烧等症状，后一步要如何分流送医，甲后送交通转接等作业。发烧的话，就是请救护车送到医院。这是金门水头码头，也是两华小三通主要负责客运的码头。也毋过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小三通自2020年2月中断以后，到今还未复航。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13拜日特别去金门视察。事实上，王必胜透早就先到卫福部的金门病院，也是岛上唯一的病院，了解当地医疗量能，敢是会当应付紧急医疗需求。特别针对像这个重症那加护病房的床数那它的人员够不够，甚至它的这个后送机制现在是不是顺畅这些都有做讨论。两华既然遐2件过去是真侪台商陆生往来两华的重要交通管道，即马小三通停驶，两华飞机航班搁限缩，未少台商反映，弄着真侪想要返台过年，两华机票贵搁歹买，对于厦门伫飞高雄来讲，单程大约都要21000，那为小三通厦门到金门船票加上国内班机，费用只要3000多。之后是不是说因应我们现在中国的疫情比较升高，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个还要再看中国这边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金门管府表示，针对复航，金门伫防疫甲交通上拢准备好啊。我们都是比照所有的进出境的口岸来做的，那同时再加上地区因为整体医疗或者是配套的需求再由地区的政府部门来投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金门县政府这一边在现场的准备已经都非常的完整了。另外，金门县长董山田、陈福海甲立委陈克丁12日到中国厦门沟通小三通复航时期，总统府强调，小三通永远需要依据上新疫情发展甲整体评估情势，目前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是以保证资料无通过做理由，禁止咱台湾一寡稀收啊、甲饮料，抑个海产进口去中国。咱国内即马就有一间卖往来所的大景点，决定讲因无要阁继续保证，要甲咱台湾的市场做好就好。卫福部长史水元是表示，中国的市场大罔大，也毋过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业者会使家己评估，也毋过准讲业者要继续保证，政府嘛会协助。
中国最近以注册资讯无完整为理由，先连续暂停国内2400件水产品、加工类食品、加饮料进口。即马刷传出输往中国的产品，家己注册通过比例比石油署推荐注册更悬。对这代志，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倒一寡项目是推荐的，倒一寡是家己注册，这拢是中国单方面的规定。自行注册的部分其实是这样子，它也是通过食药署这边送过去了，但是食药署是只有传送不做审查。推荐的部分的话，那就必须要帮忙 check 它的内容。根据食药署到12早起8点的统计，伫中国海关总署网页显示，台湾食品输往中国核准的有效会当出口的业者，为12月初792件增加为855件，不过还有未少厂商无意愿报件。根据了解，必须缴交的资料为贩卖商品一定销售地主要的客群，不过即马可能要求报告员工人数、厂房机器等跨权，一家产品的配方甲比例，等于是牵涉到商业机密。6月份接到食药署的通知，要求我们说看所以没有需要补件这样子。我们家本来就没有进出到任何的国家，所以就没有这个计划。以上除了价值，宜美总经理高志明也表示，因为漂息困扰，宜美已经有几多年的时间无外销产品去中国。针对中国为去年开始陆续禁台湾的往来食品任务，柑仔类水果了后，今年又搁用注册申请等对台湾企业无公平台务的行政措施。农委会表示，动植物防检物的争议已经伫 WTO 的 SPS 委员会提出世界特定部的关切，不过对方拢无实质的回应，要求对方依照国际规范提出鉴定报告加风险评估报告，而且搁再互咱4类青果输入销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通货膨胀已经有咧降温。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7.1%，这是比市场预期的7.3%也搁较低，而且嘛创下去年12月份以来的新低。市场即马普遍拢预测讲，联准会升利息的脚步应该会放慢。若美国股市松一口气，嘛已经连续起2天。收盘正式响起，大家拢笑眯眯。美国充满乐观气氛。预计美国当地时间拜二公布11月份通膨率会小可降价7.3%，到上证三大指数拜二收盘隆起，佮创下11月30以来上大个日起的幅度。外界佮预估，联准会就是升利息幅度会减少。Things a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everybody else in the market knows that there's a lag effect to these rate hikes. We need to see some of this filter through the system. So I think it's a wise idea after 4 75 basis point hikes in a row to go down to 50. 联准会9月份要预测到明年年底，通膨率会放慢到3.1%。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伫10日播出的 CBS 60分钟节目当中表示，若无可发生意想未到的冲击，美国通膨伫2023年底会明显降低。另外，甲美国比起来，古巴通货膨胀恶化情形无放慢，10月份的通膨率高达39.73%。Y cuando usted compara o busca la inflación interanual, que es comparar entonces el mes de octubre del 2022 con el mes de octubre del 2021, ya comparado 12 meses, entonces eso es casi el 40%. Eso es directo, pérdida de capacidad de compra de los ingresos de la población. 不过，官员12有关表示，今年古巴经济有缘小可增加2%，按算明年预期增加3%。事实上，古巴人的2021年是真艰苦，对了2年外疫情封锁一直欠悬的通膨，食品、药品无够，再加上长期停电问题无解决，也有燃料、零件欠缺等，已经让当地人无法度生活。今年到目前为止，古巴出走人数已经创历史新高，其中差不多25万人选择去美国求生。公司新闻徐婉玲报道。伫台湾嘛有受害者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伫顶个月11雄雄宣告破产。创办人伫拜一的时，伊是伫巴哈马被抓到。美国的检方即马是证实讲，已经对伊起诉，罪名包括诈欺含洗钱，未来嘛会引渡转去美国进行审判。
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29岁创办人班克曼·弗瑞德，原本互人叫做壁款金童，最近煞正做过家了起，10日传出伊已经伫巴哈马被掠。美国纽约检方已经证实这消息。FTX 伫顶个月11无预警宣告破产，定价全球。路透社引用2个知名人士的话表示。FTX 出问题进前，弗瑞德捌秘密将 FTX 100亿美金的客户资金转到伊个人自行的交易公司阿拉米达，至少10亿美金的客户资金消失。不过，这个月初，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只承认风险管理失败，无承认相关的指控。I don't know of FTX deposits being used to pay off Alameda creditors. I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is any improper use of customer funds. FTX 宣告破产，互投资人的钱去了，高算有超过100万的用户的加密钱包被锁，资金无法度提回来，受害者遍布全球，包含真侪有名的人。纽约检方11月中开始介入调查，用诈欺甲洗钱这罪名将弗瑞德起诉。美方要求巴哈马将弗瑞德逮捕了后，将伊引渡回国受审。这重创加密货币款不止比特币价销大达63%，国加密货币市值也损失1.63兆美金。学者认为这代志亲像币款的雷曼风暴，投资人应该重新思考加密币的本质。Crypto as an industry is approaching a decision point where it needs to start to figure out what its applications are beyond being a purely speculative casino asset. 专家呼吁加密货币规范甲监管要彻底检讨。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虽讲澳洲的枪管甲真严，不过也是有警察互开枪弹死。这是澳洲的警方12日时去一个庄卡所在调查人口失踪的案件，互歹徒开枪，2个警察、1个居民，3个人当场死亡。若这3个嫌犯落尾嘛，互警方开枪弹死。若因犯罪动机，目前也在调查。针对10日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省2名员警遭枪杀惨案，澳洲总理阿班尼斯13表示，这是所有澳洲人拢感觉悲痛一天。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of all those affected by this tragedy. With honour, they served, and Australia mourns with you today. We stand with you always. 这枪击案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省离首府布里斯本西北边270公里的威姆比拉，当地一个偏远的农村房舍。当地时间10日下晡4点45分，4名员警接到报案去调查一个人口失踪的案件。想要到这多到位，就互厝内底歹徒开枪，26岁查甫员警安诺德甲29岁女性员警瑞秋当场互人弹死。2人分别伫2020甲2021年底投入警察生涯，做不正做领回歹徒的枪下亡魂。昆士兰省的政府机关13宣布降半旗，替2位员警致哀。I don't think there's a single Queenslander today whose heart isn't broken. It is so sad. It is so devastating. And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s 2 police officers murdered in cold blood. They were executed. They're both under 30. Their lives have been cut short. 第一批去调查的4名员警，除了2人被射杀以外，另外1人受到小可轻伤。第4位员警幸运躲过一劫，请求警方支援。这名员警也拄到监几礼拜。第一波交会当中，附近一个58岁居民也不幸被射杀。昆士兰警方了后正派警力为空中甲地面包围这农舍，最后在暗时10点30分左右结束攻击。厝内2个男性加1个女性歹徒全部被弹死。另外开枪杀警的动机也在调查。澳洲1996年发生35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案了后，就严格枪击管制法律，甲即马敢若发生过3件重大枪击案。公司新闻警员评评。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战乱是造成全世界超过3600万的囡仔在受苦，囡仔还未大汉就死去，这代志嘛常在发生。伫奈及利亚就传出有军人兵哥对囡仔开枪，另外伫也门受真侪囡仔营养不良破病死亡。Times when we come into a place and we find children and adults, we kill them all, shoot them all.
无看镜头看涂骹，军人亲嘴讲战争的屠杀过程。奈及利亚北部一直战争，最近有4个军人甲百姓讲，军队高层下令消灭儿童的命令。几年前一场发生伫北部库卡瓦城镇的屠杀事件，甚至连红婴仔甲囡仔爸母嘛无放因线。It's not just our commanders. Most people say the same, and they heard it from the mouths of our soldiers, saying that if we let them grow up, if they're born and they grow up, it will be with that ideology. Boko Haram's ideology. 奈及利亚南方基督教势力甲北方伊斯兰宗教地区长期有冲突，囡仔若变做军方屠杀甲枪杀的对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阁控诉北方的博科圣地激进组织，甲囡仔当作战争武器。You see an 8-year-old boy holding a bomb, or other times those kids loading ammunition. 伫阿拉伯半岛的也门有11000个囡仔死亡，也是身体障碍。自从8年前军事冲突升级了后，全国有200多万个囡仔严重营养不良，差不多1/4是5岁以下。His leg was amputated at the knee, and now he has a prosthetic here. No child should ever go through something like that. 联合国指出，进前15年军事冲突已经造成全球超过26万件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呼吁无应该搁互囡仔变做战争的牺牲品。公司新闻neu言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俄乌战争继续在战，乌克兰的外交部长是对外表示，俄罗斯有可能伫明年初开始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美国有媒体即嘛报讲，美国有官员表示，拜登上紧伫一礼拜会阁宣布要提供爱国者飞弹的防空系统予乌克兰。来关心印度和中国的边界，伫顶礼拜5发生冲突，中国的解放军大约300人走过界，要去挽掉印度军方的卫兵式，互印度成功阻挡。印度的国防部赶紧调开紧急会议，嘛谴责中国单方面想要改变现状。来关心中国的商务部第10日是宣布讲，美国针对中国一寡晶片出口做出管制，阻碍正常的国际贸易，而且威胁全世界的产业链。中国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起诉讼。中国表示，因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家己的权益。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嘉义市长的选举，12月18要登票。即马哪里的大咖甲头人拢去助选。嘉义市长黄敏惠是请婚林县长张丽仙，也个前立委瓜志温，女性替女性徛台，强调女性执政是品质的保证。也那民进党的李俊毅是专工请前副总统陈建仁去助选，嘛提出社会福利政见，要互嘉义市的老人增加福利。婚林县长张丽仙前立委瓜志芬13日起到嘉义市为市长候选人黄美惠徛台，伊从锁定前拜一开始连续3天车队扫去拜票，不过伊也烦恼投票迄一天因为温度降低，互投票率变更较低。1次变2次的选举，本来投票率就会降低，因为影响大家原本预定的行程，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忧虑。为何黄美惠连任成功，国民党党兵压阵，也有花莲县长施正辉、立委陈明忠、王中军等人陪伊扫街。民进党家己市长候选人李俊杰是找前副总统陈建仁斗相共徛台。陈建仁讲，李俊杰捌伫考进县总统府服务是优秀人才，推出的社福政策对在地乡亲帮助也真大。来当选永和嘉义市更较进步，李俊杰也佫提出新政策，要互嘉义市的敬老爱心卡功能更较侪。计程车也可以使用，这个在台北市、台中市都已经开始在做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45000多人，我们大可以好好照顾这些老年人。伊强调过去爱心卡可能坐家己3公车、家己客运，当选了后要互爱心卡也坐火车、计程车，照顾更较侪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拍算伫明仔要通过行政院版的选罢法排污条款，有4大类型的犯罪袂使加做登记做候选人。那国民党即马是防指控讲，因伫新竹市和南投县竞选连任的议长的人选，拢捌因为暴力案件案底，而且也是互提名。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即马是爱民进党唔通来抹污。
也若民进党中执会郭在钦嘛，防指控是乌金，而且佫有介入台南市正副议长的选举。民进党推300华牌乌，国民党强调标准更加严格。不过，这个时阵国民党推举竞争连任的新竹市议会议长柯秀蕾、南投县议会正副议长何尚芳判一转，拢互北面媒体指出，因为暴力案件互提报治病对象。柯秀蕾捌是苏海帮党主，更加互指控涉伫违法刷奖场。对此，柯秀蕾无回应。那在这样的情况，国民党还是选择了跟具有黑道背景的候选人合作，那这就代表说他并不是像朱主席所说的那么的清白。民进党想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等于乌贼战啊，来抹黑国民党。民进党自己去看一看，他有没有跟国民党一样严格的排黑条款。朱立伦阁表示，民进党唔通抹黑，不过即马若国民党几下的县市党部主委香港有恶道背景，民进党中执会郭在钦涉入下架清洁案，更加互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何共党正国会立会陈定辉指控年乌金，涉入台南正副议长选举，那也爱热情的表态，敢要挺郭在钦支持的区内的选议长。你要做党主席啊？未来总可能选前后，你敢要处理啊？你现在口讲要除乌金，伊是通缉，不是公缉的。民进党的正副议长就是黑金，没有证据的情形下，干嘛你也别跟他扯在一起？行政议会15也要通过正义版300法败乌条款，4大类型包括国安犯罪、乌金抢夺的重大罪犯、毁损甲同罪同刑，袂当登记参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希望为各政党议长、副议长提名开始败乌，也呼吁一寡人唔通讲一套做一套。记者综合报道。有辛苦病痛一定爱去医生看，千万唔通相信广告。伫高雄就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网络宣传讲用手抓铃就会当抬起身体冠状病毒。即马是去互法院认定讲，伊是伫乌白团假消息，罚款2万块。另外嘛有一个网络红人妄称理科太太，家己去找心理师咨询的过程，伫网络即马开课要甲大家分享，这嘛引起外界议论。用手指卡只片讲治疗效果，高雄陈先生自2002年，并且讲用伊的指压电击法用抬起新冠病毒，1个月就已经治好。不过专业医师表示，电击不是新冠肺炎上贵的治疗手段。电击本身并不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式，是用来治疗一些致命性的或者是一些不稳定的心律不整。高雄电医认为，这种治疗并无科学证据，涉嫌散布疫情不实的信息，对陈先生判处2万块的罚金。陈先生不服，罚款翁。吸电的话要电击棒呢，要贴片呢。我们就是少林寺的东西，用手指头呢。阅览上开贴文之人，误以能治疗新冠肺炎，并尝试以8安培及8000毫安培电击，不仅有延误就医，亦有可能造成身体健康之重大损伤。法院认为，无医疗专业证照甲科学证据，这文章甲治疗就是违法。网络上因为推销医疗发生的证据不少，网红理科太太最近也推出心理咨商笔记线顶课程，引起外界讨论，是不是无照咨商？考取有及格的心理师证书，他才可以提供心理咨商行为。今天理科太太如果有执行心理咨商，他是会违反心理师法，可以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我的强项算是整理吧，对，然后把事情就是再讲简单一点。理科太太澄清，课程只是伊的咨商心得分享。卫生局表示，开课了后，若民众检举，会依照实际内容调查是不是违法，也呼吁民众若心理支持需求，爱向有证照的心理师求助，才能得到正确专业的引导甲陪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性侵害防治法修法，立法院昨昏是召开党团协商，包括性私密影像要安怎伫网络顶头抬掉，这是立委关心的焦点。也毋过妇女团体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讲除了爱关心这所谓性暴力以外，被害者诉讼的稳事嘛应该爱有保障，嘛希望列入去修法的范围。前关警尹慧纯去年6月，伫台南市家里分局期间，中办案机会性侵一名国小大毕业的少女，官司打2年多，最后被判刑8年。咱的性侵案件，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敢若是去年都接到超过16000件的通报。如何严格强化被害者的保护？立委要修法。
网络业者的下架义务很重要。那这24小时如何去定义，甚至主管机关有没有谁去盯着这些业者，或是怎么样？这个其实在技术上如何去执行也是一个问题。这样子被偷拍的影像，又或者是个照片，它已经是被害人的情况下，我们又还要冠上一个羞耻之名，这样非常主观的要件，并且还是有污名化这些被害人，或者是谴责被害人之嫌疑。对于法官来说，认定上应该大家的一致性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啦。那主要还是因为回归到刚才有提到，就是要跟刑法的这个规范的这个文字尽量是一致。亲像刑事影像，万一号加害人摕伫手内，被害者是不是应主动要求交出，或者是删除影像？若是已经散布网络，是不是有法度互业者伫24小时内录记？针对性侵害防治法甲李小成不多条例修法，立法院13党团协商，辅导团体发起联合声明，强调性侵害被害人权益保障爱国较全面。我们的被害人呢，他们常面临一些状况，因为这个案件，他们被嫌疑人或是嫌疑人的亲属告。譬如告诬告，或是告妨碍将提等等。那因为这些案件呢，就不会就是一样要公开审理。护团认为，照即卖法规，被害人个资保护无公开审理，伫限伫被害性侵自主犯罪。毋过后续产生其他民事官司等，资讯拢会点出来，恐惊对被害人个造成伤害，抑个有囡仔甲智能障碍被害者。审问时阵无法度清楚表达想法，用录影做笔录，才能完整呈现。另外，这几年来真侪发生加害人伫网络散布被害者告知情形，也应该重新检视即卖法律、媒体甲业者相关免责条款，才袂造成更较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头一届的社区英族奖伫昨昏举办颁奖典礼，得青年行动奖的是刘玉玉这个少年家，伊是登去伊的故乡湾里要10冬，而且创立团队推广在地甘草的文化。啊，那伫今年9合1的选举，伊嘛选调当地镇长。关注边囡仔比例歌声为第1届社区英造奖开场。13文化部举办颁奖典礼，奖励为着社区打拼的人甲组织。其中，着社区贡献奖的新港文教基金会创立到今35冬，这个月才拄办完平安节，予在地少年人认捌故乡的文化。阮相信由下而上的力量大家共同来协力共好，会让透过众人的力量集结，互咱家己个人做袂到的代志透过社区参与团队合作来，互理想会当实现。另外，着青年行动奖的刘玉玉，转来到故乡湾里要10冬，创立湾里县海风团队，编写地方杂志，推广在地甘草产业文化。今年甚至投入选举，顺利当选湾里镇长。未来，唔管我是伫民间咧做社区营造的工作，还是讲伊要咱镇公所来去做公部门的一寡有行政权的一寡公共事务，我感觉拢会用来带咱的地方去到一个更较好、更较民主、更较善良的一个社会。这届拢总有9个个人甲团队得奖。行政院长苏贞昌致辞表示，家己的国家家己救，家己的砖头家己听，感谢遮个人为社区的付出。记者林素谢桂林台北报道。台看新店暗坑的暗坑文化工作室最近就推出一本台语绘本，来去暗坑踅大庙，以在地娘妈祖的风俗来小解拜拜、买果子，抑个看戏这内容，嘛互囡仔用台语来认捌在地故事。阿嬷带2个孙仔做伙到市场传菜市，水果要拜拜。新店暗坑当地4月15日迎妈祖，这本台本绘本来去暗坑踅大庙，小解当地风俗地号名，嘛经一寡生活类似，调工使用漳州腔来带入拼音，希望透过绘本，互囡仔认捌在地文化甲代志。亲像内底咱会写讲，咱有一个地号名，叫做高架山，啊，咱的菜名嘛是，因菜名是讲咱即摆华语叫做百香果。啊，大家或者米粒粿嘛，就写到内底，互人看哦。原来这个物件，伊可能以后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会当来用。当地文史工作者吴必伟表示，这本册用了5个月时间访谈记录台文专家，以在地信用暗坑太平宫做中心，了解当地漳州人的风俗、过去的生活情景。虽然亲像半场啊等等，即马拢看袂到啊，不过希望学生咧行搭的时阵，嘛通感受一下。
因为今年咱参与这个物件的人吼，内底有2个是学校的国校的老师啦，咱就是讲来给人推广到学校内底，甲学校的老师来合作，讲咱带学生出来，行的时阵会当用这本来介绍咱在地文化，用台语来讲咱在地的故事。这个拜六礼拜2天，工作室伫华山文化创意园区要举办成果展，小解画图制作的过程，所来卖出有声绘本，互大家来听暗客文化。记者陈文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那现出是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有咧演出音乐剧，或者台湾有一个 Hollywood 结合西洋甲亚洲的音乐风格，讲台语电影《青年时代》是一个台语电影编剧追求梦想的故事。音乐剧嘛唱侪侪台语歌，咱同齐来听，同齐来看。有限的资源，写无限的想象，是我上高的霸气。本土的台语音乐剧《台湾有一个好礼物》，讲的是60年代迄阵一个台语电影编剧对抗华语政策，加想要做演员的查某囡仔做伙追求梦想的故事。演员阵容坚强，对唱歌、演8点档到音乐剧的苗可丽表示，音乐剧的板料必须爱对家准准，甲一般演戏完全无同。当初拄开始来遮演的时阵，我想讲，同款啊，我就开始加一寡词。你有当时你咧演戏，你有情绪啊，你可能会慢一个半拍，也毋过音乐已经过，就敢若火车已经过，你袂赴上车迄种感觉。音乐总监王希文表示，古早的台语歌常常互人悲情的感觉，所以针对这出音乐剧，伊重新编曲，将真侪无共风格的音乐放入去戏剧内底，观众会当听到西方 rock and roll waltz， 也通听到日本演歌。饶舌啊，或者是台语摇滚，我觉得大家都尝试去，甚至现在还有台语 R&B， 大家都努力让台语这个语言可以走得更远，而不会只是悲情或老歌的旋律，然后它的声韵可以在不同的曲风下找到什么样新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创作上努力想要传递给大家的。哈利路，哈利路，梦想的哈利路。台语音乐剧《台湾有一个好礼物》现主时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伊伫演到12月18，风喜甲工作室招大家同齐来看戏。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伫海景大汉的画家董武义，伊自本的工课是咧做平面的设计。2000年时开始投入艺术创作，却伫2007年发现伊致癌。伊无互癌症拍败，伊颠倒改变无共款的改观人生，看到无共款的人生的风景，即马展开新的创作过程。全新调出要使用的色水，再佮透过画笔一笔一笔豆豆画出艺术作品。陈武义的创作，甲水彩参淡彩的技术结合做伙，甲色彩中和搭起来，才发到画出亲像相片同款的效果。水彩比较难克服一些比较能达到厚实然后立体的那种质感啊。那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研究一些把油画传统古典油画里面的淡彩，把它混合在跟水彩使用。那用这个方法能够呈现更细腻、更有意境的那种感觉。陈武义在2007年去验到鼻咽癌第3期，原本准备要展出来50件作品，因为体力负担伤重，最后敢若完成30件。不过伊并无放弃，等到是看到全新的家己。有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绘画的方式，所以我画了这些淡彩的这个系列，其实有一种在修行的方式认真做一些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然后往后开始的作品都会一直在呈现自己内心的世界的一些想法，对生命的一些感受的一些想法。陈武义的创作除了有渔村生活的踏踏地地，包大城市的人物故事。伊讲，因为着癌，才看到无共款的人生风景，展开新的创作路程。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台东有一间救生教养院，是东部头一间专职停照顾身障者的所在，专门照顾脑性麻痹的患者较侪，已经成立47档。救生教养院对地方的付出对弱势关心，莫伊伫今年摕到吴尊贤爱心奖的主设服务奖。
嗨，准备吃饭喽！入来客厅，几来个人坐伫桌仔边等食饭，嘛有人坐袂调，起来行来行去。伊拢是脑性麻痹的患者，住伫台东的旧青教养院，因共同的家庭。天主教旧青教养院成立47档，已经得被70岁院长林秀花修女为成立迄时就伫遮服务。别人收的会收的，我们不收。我们要照顾的是那些没有人照顾的孩子，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照顾脑性麻痹的。即马住伫旧青教养院的医生有44个，为13岁到40岁拢有，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拢无相像。若是骹手较无方便的，教养院的老师会替因抓铃、甲金巴放松，用假死帮助，莫互因的骹手直直揪起来。若是骹手阁会用的叮当，教养院会互因无共款的课程甲任务。木工的这方面也是，就是那五六个孩子，因为他们的手我们要看他们的功能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就设计一些活动给他们这样子。教养院带医生耍图、种菜、搬落成，搁进一台机器，互因伫下暗食饭饱、读唱歌。除了室内娱乐，出去佚佗嘛是一定爱的。采访即天，因要去地上观山甲录影。虽然上落车对医生甲教养院的工作人员来讲拢真辛苦，但是因为疫情已经真久无坐车出去啊，大家拢真欢喜。第一站来到花莲果园，大家互相斗相共，做伙做果子酱，各有医生就认真把做法记落来。因为我们这一班记忆陶也只有种红红果，希望下次可以自己做，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后一站来到地上，导览员带医生伫规片的餐园踅踅咧，医生坐伫车内底，大家拢笑甲对镜头伫热手。刷落来到落叶饲鹿啊，伫各行行各好耍的体验当中，结束规工的旅行。今天一整天觉得怎么样？很好，很好玩，很好玩，很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啊！100分！林秀华讲，任何人拢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的医生嘛同款。伊将一生拢奉献予这的医生，希望教养院成做因永远的厝，打造一个予因会当感觉到幸福快乐的空间。当然，我还是在这边陪伴他们，到我不能再继续做这样子。记者林世豪、谢桂林台东报道。世界镜头来英国，英国有一个治疗肺癌的查某囡仔，经过化疗甲骨髓移植拢无效，落尾是接受英国伦敦一间病院的建议，大胆去使用新的基因疗法。半年后发现治疗的效果真好，病拢好起来啊！这嘛，互其他的患者即嘛充满新的希望。13岁艾丽莎伫2021年5月，方诊断得到T细胞白血病。谢菲尔德甲莱斯特两地的 NHS 病院，予伊进行骨髓移植、化疗等即马所谓疗法。艾丽莎的病情犹原无较好，英国伦敦大澳门的这病院就建议试看卖新的革命性基因疗法——金基编辑细胞疗法。I'm very honoured, and it feels good to have helped other people as well. 金基编辑技术是2年前发明的。艾丽莎的治疗团队先为健康的疾患者身上抽出 T 细胞，透过金基编辑设计一种新型的 T 细胞，予伊会当追踪佮杀死艾丽莎体内的癌性 T 细胞，佮袂影响其他的正常细胞。艾丽莎今年5月接受治疗，6个月时间过去，康复情况良好，体内已经侦测袂到癌细胞的存在。If you think about how a delivery driver has to reach a specific
address in a specific street, in a town, in a country. These days, they'll do that by plugging in a postcode into the sat-nav. That's essentially what we're doing with the new tools that are emerging now. We're sending enzymes into cells to act at very precise postcodes. 大澳蒙德街病院爱丽莎的医疗团队当日招募10位 T 细胞白血病患者扩大进行临床实验，那一切顺利，未来会当运用伫对着其他真歹治好疾病患者的身上。公司新闻王慧芬编译。人讲一样生，百样死，人生行到尾啊，敢若会当选择入土为安。除了土葬、树葬、花葬，即马阁有一款更较环保的海葬。美国佛州就有一笪有15年历史的海底墓园，收超过1500个往生者的骨灰。因的骨灰融合伫人造的酸乌搭，伫遐阁有鱼仔甲海做伴。若即个所在即马嘛是畅水味，介意畅水美的人热门的景点。海底的世界宁静，而且充满活力。真好想象，这个所在其实是一个海底蒙阿堡海洋青纪念墓园，伫迈阿密外海5公里远的海域。2007年，原本是要放互海底生物，正做甲因收容，互因变做栖地地点。不过，美国真出名的岛主茱莉亚·柴尔德，伊的骨灰伫2004年的时阵就待伫个附近。伊可雷亚形成丰富多元的海洋生态，经营者头壳动了真紧，甲这改造做友善生态海底墓园。It was designed to encourage the entire marine ecosystem. So every texture, shape, profile, depth is all designed to encourage animals to come. And because of that, we were named the most prolific reef in Florida a couple of years ago. 海洋青纪念墓园目前面积有30多平，已经有1500个往生者的骨灰待伫这个生态区。这个所在的生态是真多元，估计至少有56种的鱼仔伫这生活。来到因的办公室，往生者纪念物的模板，大部分拢是海洋生物相关的图样，亲像卡卡类的或者是海青等等。伫接受家属的委托了后，墓园的人员甲往生者的骨灰揽落海底墓园的架啊，而且标记位置，接续畅水员会带家属出海，甲刻好势纪念文扎咧，照位置号码，甲即块纪念文固定好势。所来家属会当向海底等一蕊玫瑰花，代表对亲人的孝念甲追思。And the idea is that someone dies and we use the cremated remains to create new life, so creating life after life. 海底墓园的介绍为代票25万起跳，若有指定所在甲纪念物的材质，上贵的要到100万。目前已经有1500多人甲海洋青墓园签好生命契约。未来这个墓园按算会扩建到480平，会当有25万往生者的位。嘛，互附近的海域成做真正的海洋生态优格。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有1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是15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3度。外岛9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